你而家點樣去體會緊你嘅人生啊？係咪已經好努力啊？係咪為自己做好多計劃啊？你點樣睇你周圍嘅人啊？你嘅家庭、你嘅朋友、你嘅工作，又或者你有冇真真正正咁去了解佢哋？但係當你已經好努力了解佢哋嘅時候，其實你有冇真真正正咁去了解你自己呢？你需要啲乜嘢啊？你嘅心歷路程係點啊？有冇用時間去睇、去觀察、去感受啊？你嘅注意力喺邊度啊？係喺人哋嘅身上啊，定係你嘅生命之中呢？乜嘢先係最重要啊？係人哋啊，定係你自己啊？有冇好好地咁同自己嘅內心對話，話俾你自己聽，你好愛你自己啊？有冇好好地咁問自己，我自己需要啲乜嘢啊？我可以為自己做啲乜嘢啊？希望大家都問呢個問題嘅時候，同時間都揾到一個答案。